立法院长韩国瑜今仔日伫个面册宣传家己所推出的2026电量祝福的道路，嘛亲笔来签名滚啊张的小卡片，要随机来送出，是互支持者真兴奋。下当看到这张倒立的相片，韩国瑜挂乌日的目镜，穿披衫的外套甲牛仔裤，手插伫个裤底底，是互伊马上化工有够缘投。韩国瑜伫个面册写讲，希望伫个未来的365天，大家会当互相来祝福，互相来陪伴。韩国瑜这个动作嘛引发着外界的政治联想，敢讲是为着2028年的总统大选来做准备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